乡亲啊，即摆谣言是有够多哦，甚至有风声讲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嘛为着新冠病毒已经过身咯，阁有假付阴谋，实在是有够喊。赖清德赶紧伫伊的面册打出着伊参加颁奖典礼相片，讲伊真好啦，莫阁黑白讲咯。 面册顶面有一张副印，顶面写讲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已经伫民国109年3月25下晡4点，因为新冠肺炎过身。阁有向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黑白相片，民众看了拢讲真正是有够喊。蛮夸张的，就是大家会更恐慌。不太好吧？就很造谣，这样会就是扰乱民心。 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随伫个人的面册打出伊出席颁奖典礼相片，强调讲我真好，莫阁黑白讲啊。这个图引起议论，民众一连骂，阁讲爱告到底。上早发现这个图的民进党彰化县党部嘛强调讲，袂轻易就放这个人选。这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军的恶作剧、恶搞吼。所以讲呢，咱这个赖清德副总统第一时间伊嘛打电话来表示关心吼。 这个图内面讲赖清德是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，真明显不是国内用法。警方嘛追查到面册笑号。 发现是来自境外的 IP， 那刑事局也针对境外 IP 假账号的部分呢，拿协调脸书呢来予以停权。传播疫情记消息，依照传染病防治法，上重会使罚300万块。彰化县党部已经通报警方甲调查局，希望讲会使早一天找出这个制造谣言的人。